香港人不想按摩，最驚嘅其實唔係貴，而係使咗幾百蚊，最後先發現原來唔值。而家羅湖嘅水療店越開就越多，家家都話自己係5星級嘅環境，豪華嘅裝修，服務又一流。但係阿 Ken 試完之後發現，真正會驗水療啲人，未必係第一眼係睇個裝修有幾靚嘅。我自己呢就有個小習慣，就係入場會先望一眼雪櫃。如果連最基本嘅飲品、生果、休息區呢啲都做唔好嘅話，某種程度上代表管理嘅重心可能係更加多放喺吸引客人入場，而唔係話提升整體嘅服務。真正做得好嘅水療，唔係話靠一個好靚嘅大堂影相，而係由入門、按摩、休息到最後嘅離開，每一步都照顧到客人嘅感受。所以呢次阿 Ken 呢就親自使錢幫大家驗下貨，羅湖5間嘅熱門水療：皇室假期、靜軒養生館、逆境芳香國貿店、月上雲端、西河里，睇下邊家真係抵，邊家啱你，邊啲地方香港朋友最容易踩雷啊！一齊嚟睇。第一家皇室假期，如果話羅湖嘅香港人最熟悉嘅水療店，皇室假期絕對係排得上名嘅。阿 Ken 呢就覺得佢最大嘅優勢唔係話某一個項目特別嘅突出，而係夠老牌、夠大規模。對於第一次北上深圳嘅朋友嚟講，最大嘅價值就係唔使估。交通方面呢，從羅湖口岸過關之後，坐地鐵嘅1號線去國貿站，再行過去就得啦。入場之後，皇室假期唔似一般嘅嗰啲按摩店，而係將個水療區、休息空間、自助餐同埋呢個娛樂設施合埋一齊。套餐呢，通常係包埋按摩、水療、餐飲。如果你打算由下晝一路留到夜晚，唔想唔停咁轉地方嘅話，呢種一站式嘅體驗確實係方便嘅。特別係幾個朋友一齊北上，如果平日上班攰到散架，想揾個地方放鬆半日嘅話，皇室假期呢種大型嘅綜合體驗確實係比較符合需求嘅。不過呢，最重要唔係睇佢有幾多設施，而係你使嘅錢有冇買到自己想要嘅體驗。皇室假期最大嘅伏位就係消費控制。套餐本身性價比係唔差嘅，但係配套太多，好容易玩下玩下，加一啲升級一啲，最後買單嘅數目可能同你一開始諗嘅完全唔同。過夜方面呢，部分嘅休息區可以留耐一啲，但係如果想更加舒服嘅私人空間，就要留意有冇額外嘅消費。簡單嚟講，皇室假期適合上按摩、食飯、休息、玩設施，一家店搞掂半日行程嘅人。如果你嘅目標只係簡單咁撳90分鐘就可以走，可能未必係最精打細算嘅選擇。第二家靜軒養生館，如果皇室假期賣大而全，靜軒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嘅簡單直接，位置呢近呢個羅湖口岸，香港朋友過關之後過去就方便嘅。佢最大嘅吸引力就係大約250蚊，已經係包埋水療加100分鐘嘅中式按摩，而且重點係冇呢個服務費。香港人最驚就係入場價睇住好平，但最後埋單嘅時候先發現多收咗好多額外嘅收費。按摩方面呢，主要係行呢個中式嘅推拿路線，對於長時間咁坐辦公室啊、肩頸僵硬啊，或者呢個腰背疲勞嘅呢啲香港打工仔會比較對路嘅。平日加約105蚊就可以延長時間，週末呢大約係210蚊就可以房間裏面過夜。禮拜5落班就過關，按摩、水療、休息，第二日先返香港。呢種玩法呢其實係幾實用下嘅。如果你追求豪華裝修或者話呢啲大型嘅娛樂設施，可能就未必係最啱。但如果你重視呢個價錢清楚、按摩到位，佢就比較對路啦。第三家逆境芳香，阿 Ken 覺得呢家店同前面2家最大嘅區別就係佢唔靠呢啲大型嘅設施嚟吸引客人，而係更加專注於按摩嘅本身。交通呢非常方便，從羅湖口岸坐1號線一個站就到呢個國貿站嘅 E 出口，出站之後大約係行400米左右，過關之後都唔使話太麻煩。相比啲大型嘅水療店，佢可能冇太多嘅娛樂配套，結合佢哋啲特色嘅阿里山檜木，主要係針對全身嘅放鬆、肩頸、腰背疲勞。對於平時坐辦公室、長時間對住電腦嘅香港朋友會比較對路一啲。北上按摩有時唔一定係追求啲大場面嘅，最緊要就係使嘅時間同埋錢有冇解決到自己嘅需求。如果你想揾一家交通方便、認真咁撳一次，唔想話一直俾推銷升級嘅嗰啲店，逆境會更加符合你嘅需求。第4家月上雲端。
如果話前面幾家係買按摩或者水療體驗嘅，越上雲端就更加似買一個放鬆過程同埋呢個儀式感嘅。從羅湖口岸出發，坐9號線到人民南站，再行過去，對於香港朋友嚟講都算方便啦。佢主打係粵式嘅風格，無論話環境啊、服務流程啊，淨係整體嘅氛圍啊，都係比普通嘅按摩店更加有記憶點嘅。部分嘅項目都係加入咗頭療、香薰等埋呢啲元素，比較適合情侶、朋友約會或者第一次想試下深圳全面一啲嘅 SPA 嘅人。越上雲端適合想享受個過程、追求氛圍感嘅呢啲朋友。但係如果你係香港嘅打工仔，只想用有限嘅預算換最大嘅按摩效果，佢未必係第一嘅選擇。最後一家西和里影院式足道，呢家最大嘅賣點就係呢個環境。交通方面呢，佢就喺呢個羅湖嘅國貿附近，從羅湖口岸坐1號線到國貿站就到啦，都算幾方便嘅。佢主打係呢個影院式嘅足道，有獨立嘅房間設計，對第一次嚟北上按摩或者比較重視私人空間嘅朋友嚟講，吸引力係確實唔少嘅。價錢方面呢，相對於比較親民一啲，主要係集中喺呢個足療同埋按摩嘅套餐，都有休息同埋簡單嘅餐飲提供。晚上11點消費夠220蚊係可以免費過夜嘅。不過呢度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個環境嘅期待同埋實際按摩之間可能有一啲落差，所以如果你想試下呢個影院式足浴嘅呢個氛圍，西和里係值得考慮嘅。但係如果真正嘅目的係改善下呢個肩頸腰背，就唔好就睇佢嘅裝修決定，按摩嘅技術先係最緊要嘅。不過講排名之前呢，阿 Ken 係想幫大家拆幾個香港人北上按摩最容易踩雷嘅地方。其實好多朋友第一次去深圳嘅水療，最大嘅問題唔係話揀錯店，而係入去之後唔識得點判斷自己使嘅錢到底值唔值得。第一就係唔識得揀技師，如果第一次去新店冇熟悉嘅技師，可以問一下前台邊啲師傅做得比較耐嘅，熟客比較多嘅，好似6號啊、8號啊呢一類熱門嘅號碼，通常都有機會係經驗比較豐富嘅老師傅。真正好嘅技師呢，唔係話單純嘅夠大力，而係知道你邊個位置攰，識得控制力度同埋呢個節奏。如果連啲經驗比較多嘅技師都處理唔好嘅力度、位置同埋溝通，咁你對呢家店嘅整體按摩水平就唔好抱太高嘅期望。第二就係唔好驚講自己啲感受，好多人就算感到唔舒服都唔好意思話講出聲，最後忍足90分鐘。但阿 Ken 係想講啦，你使錢係買體驗，唔係話買個忍字。如果力度太重、太輕或者啲位置唔啱，一定要馬上同啲技師溝通，或者直接同店長反映。北上消費呢，最重要唔係話追求最低價，而係用有限嘅假期換一次真正舒服、值得嘅體驗。試完呢5家店呢，阿 Ken 嘅結論就係冇一家係絕對贏嘅，最關鍵就係你要買咩體驗。排名唔係話睇裝修，而係綜合嘅交通、套餐嘅價值、按摩嘅體驗，有冇隱藏消費，同埋香港人最重視嘅時間成本。第5名西和里，環境舒服，影院式獨立空間確實係吸引人，但係技師嘅水平反應兩極，容易踩雷。第4名越上雲端，氛圍同埋儀式感取勝，情侶或者想試下一條龍服務嘅朋友會啱一啲。第3名逆境芳香，專注於按摩嘅本身，適合想解決呢啲肩頸腰背疲勞嘅朋友。第2名靜圈養生館，250蚊左右，包埋水療加100分鐘嘅中式按摩，冇服務費，仲有得過夜，性價比又比較突出啲。第1名皇室假期，消費方面呢要自己控制，但係憑呢個老牌嘅口碑、完善嘅設施、自助餐、水療按摩一站式嘅呢個體驗，整體係最全面嘅。佢贏唔係話樣樣都係第一，而係對第一次北上唔想使時間研究嘅香港朋友嚟講，整體係最少嘅明顯短板嘅。總結呢次羅湖嘅5家熱門水療，阿 Ken 最大嘅感受就係深圳水療選擇越嚟越多，真正嘅困難唔係話冇地方去，而係揀得太多，唔知道邊家先適合自己。有啲人想過關之後快速嘅放鬆，有啲人比較重視呢個按摩嘅手法，有啲人係想揾地方食啲嘢休息半日。所以揀之前最緊要係知道自己想買嘅係乜嘢。之後呢，阿 Ken 都會繼續親身落場，用香港朋友最關心嘅角度幫大家拆交通、價錢、服務同埋隱藏嘅消費，減少北上中伏嘅機會。錢要使得抵，放假先可以真正 travel 得有地氣嘅。如果覺得今集幫到你嘅話，記得撳個 like，訂閱阿 Ken，
支持下我繼續驗多啲嘅深圳熱門消費地。如果你想睇下 Ken 下一站去邊個區、邊間店，留言話我知。下一集繼續幫大家揾真正值得去嘅地方，睇下邊間係寶藏，邊間要小心啲。